各位亲爱的兄弟，大家平安。平安。毋知咱敢有印象？今仔日咱所读的这个经节，我捌用过。咱今仔日所读的经节是创世纪28章，伊伫20节内底。然后伫这个经节虽然短短无介长，但是表达着雅各伊伫伊人生所经过的路站内底。一个真大、真无共所拄着人生的困难。我想伫即个中间，咱要搁重新搁一摆来看雅各伫即个所在，伊所希愿，伊到底希是啥物愿？伫即个咱所读的即个创世纪内底，雅各占着一个真重要的角色。这对一开始创世纪讲着亚当夏娃。讲到拿阿，然后伊也有讲到阿伯拉罕，然后伫雅各的中间也有真侪记载。雅各真特别，伊的名当伊咧号即个名的时，伊的意思原来意思是掠着，掠啥物人的骹出来？雅各咧出世的时是掠着因兄哥的骹出来，迄个兄哥啥物名？以扫。以扫啦，以扫，以扫，伊掠伊的骹出来，所以家伊的号名讲即个叫做雅各，因为伊被抓住。伊人生从出世的时开始第一样物件，就是要掠着。然后伊掠着了，转趁因哥哥出去拍蜡，热真热，当可能亲像咱安尼真热，所以真热的天气内底，转有一碗红豆汤伫遐看着，即个。以扫就问，甲即个雅各讲，将迄碗红豆汤互我食。迄个雅各甲讲啥？好啊，你要食即碗红豆汤会使，甲你大囝的名让我。即个以扫可能无感觉迄足重要，也讲好，所以伊转甲伊换，用一碗红豆汤。但是后来我才知影，伫圣经内底所记载迄种的红豆汤甲咱台湾底所啉的迄种的红豆汤是无共款的。对一个较好食。当然嘛是台湾的较好食，爱搁南瓜甜、南瓜蜜，红豆汤有时你若搁用豆淋落豆花内底，尤其是8月时咱的迄个台湾日义卖，咱就有一个豆花，有本来的无共款的迄个会友要伫遮有诶要用红豆，有诶要用杏仁，有诶要用什么货薏仁毋是杏仁，薏仁拢总无共款的要淋伫豆花的顶悬。所以我想，对伫迄当时，其实因所食的迄个红豆汤，毋是咱所想的遐尼好食的红豆汤。因的红豆汤是另外一种豆子，它煮出来的汤会变成红色的，所以嘛叫做红豆汤。然后即个雅各转用一碗红豆汤，甲伊兄哥换着即个大囝的名。然后咧，就煞吗？无，一直到伊的老爸以撒，要伫遐要将伊人生的祝福要留互因囝的时，迄个名分，迄个祝福主要是要留啥物人？大囝第二囝，大囝。但是即个老母非常疼即个第二囝，所以伊帮赞伊甲伊讲，雅各，恁老爸要落祝福祝福要下来，迄等于是咧分财产的一种的讲法甲过程，祝福要落来，所以赶紧的叫伊创啥？叫伊去用羊皮，羊的毛用伫手里，然后去后壁掠一只迄个三星，要伫遐要来煮，然后要来领受迄个祝福，所以伊就教雅各安怎代替以扫去领受迄个祝福。即个以撒嘛真趣味，伊听着讲讲有一个人来叫伊讲，老爸我的囝，你是啥物人？结果即个雅各就甲伊讲，我是以扫，所以就甲骗。伊想讲奇怪，即个声听起来开始是亲像雅各的声，转到问看卖伊的手，哎哟，有问呢。然后搁伫迄个中间，甲伊问几个问题，想讲你哪会遮紧就转来你会当拍蜡就转来结果伊无去你山顶拍，伊迄个蜡是对迄个
妈妈甲准备的，迄表示讲厝人就已经有先拍着饲遐。即个关键真重要，因为即个关键后来伫历史学家内底的研究，就是即个阶段拄好是人类的历史对游牧民对打猎采集的民族，要称做游牧民族。本来你若要食，就是爱去山顶拍；你若要食农产，你就爱是去买。但是到伫雅各即个时代，拄好一半一半，差不多开始已经有伫迄个中，其实已经毋是开始哦。咱看到讲有诶已经用饲的，有诶已经用种，所以迄是人类历史伫迄个中间有一个真无共款的物件。然后以撒就伫迄个中间，全要甲雅各祝福。祝福了，等以扫转来时，哇，一声袂得啦！既然老爸要互大囝，要互我祝福，去互小弟抢去。以扫全伫迄个中间要来杀雅各，就要甲杀，好诶去互抢去啊！全要甲杀。雅各全安怎？走路。走路开始，这就是伊人生一个足无共的，因为过去住伫厝里。然后伊伫迄个中间有妈妈真好的照顾，对迄个中间开始伊的人生完全改变。伊虽然领受着大囝的名分，但是伊要开始伊人生一个真无共款的经历，伊开始来走路。走路的时去到一个所在，逼着伊全无缀人，伊可能第一摆去外口露营的看法，所以伊全摕一个石头，全摕伫遐困，全看到天开。所以有一个物件叫做雅各的天梯，即个图即个雅各，我找无即个图是啥物人画？雅各梦见天梯，全伫遐看到讲有迄个天使伫迄个中间起起落落。我想对即个逼着伊开始，是雅各一个非常大人生的转折点。要看卖雅各几岁？77岁。即阵的雅各77岁，还未娶某。然后雅各伫逼着伊伫迄个中间，就是咱今仔日所读的经节，伊伫遐看见着迄个天开，然后伊全甲迄个所在号名，甲叫做逼着伊。即个所在本来的名叫做鲁斯，路斯本来叫做鲁斯，伊甲号名叫逼着伊。伊全伫遐甲上帝下愿讲，上帝若甲我伫地，伫我所行的路保护我，佮互我有物通食，有衫通穿，互我安然转来我爸的家，转来我爸的厝，就耶和华的确做我的上帝。那安尼我要请问，伫即个事件进前，雅各敢有掠耶和华做伊的上帝？无。事实上是无。然后伫即个所在，咱前所读的是创世纪28章。伫28章，你若头前甲看，你会当看到讲圣经伊的记载，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但是伊袂甲你写雅各的上帝，因为迄阵雅各并无掠耶和华上帝做伊的上帝。然后伊伫迄个时阵77岁，伊离开伊爸的兜，77岁。伊的老母叫伊去佗，伊的老爸叫伊茫带遐个人，就是茫带迦南的女子。伊老爸无介意，所以叫伊茫带迦南的女子，要叫伊去伊的阿姑叫啥？拉班去到遐，然后全看到伊迄落一见钟情。看到一个足水的小姐，全真介意。迄个叫啥物名？是利亚还是拉结？拉结对一个？拉结，全伫遐，全足爱伊的。全甲讲讲想要娶伊。即个拉班全甲伊讲安尼好啊，你若要娶你替我做几年？做7年。然后洞房花烛夜。迄个被掀开的时，看到的是啥物人？利亚，哇！即声带毋着人，哇！你看，
雅各一世人拢足巧的，但是当伊离开伊爸家开始，伊就要互骗啊，伊就开始要互骗啊。啊，全为着伊讲，开始带即个，我爱是小妹啊，然后即个老板转来讲，阮遮无即落礼啦，若大姊无嫁，妹妹袂先嫁啦。你若真正爱小妹吼，你搁替我做7年，继续做。这雅各去互骗足大个，所以一骗14年。然后搁全搁伫遐咧做长工，做了，其实雅各伫迄个所在做，拢总做偌久？20年。所以伊带2个，拢总开14年，了后搁伫遐做6单。但是圣经讲到的就是，即个老板一直甲雅各改伊的工价，互伊愈改愈无价，所以一直到有一日，伊决定要离开，要转去佗，要转去伊爸斗。伫即个所在，将即个故事互伊变做较短，无全讲袂了。伊全要转去的时，开始要过河过溪，然后要甲伊。要甲伊的迄个厝内底伊的财产，伊迄阵已经真有财产，算一个好野人。然后伊拢总几个囝。迄阵应该是11个，因为迄阵阁有一个病雅敏还未出世。伊生约瑟的是几岁？90岁，我有写，91岁，已经91岁。全要转去的时，开始要伫一个。亚伯渡口，一个要坐船、要过河的迄个渡船的所在，伫遐咧等。然后伊拢互伊的羊群行头前，过罗卜、过因某、过因囝。最后才是甚物人？最后一个才是雅各。然后甲头前的讲，恁探听看觅，看阮兄哥阁有受气无？阮兄哥若有受气。你赶紧叫一个人转来甲我讲，我通安怎？紧走。我想这是雅各足特别的一生。伊到77岁，然后到伊要转去，要伫即个中间，伊所经过的，其实是真惊呀。伊伫迄个中间非常惊呀。然后伫迄个亚伯渡口，伊甲天使伫遐相演。天使要离开，结果伊无爱互天使离开。咱若有兴趣，会当对迄个创世纪对28章、29章一直读落，足趣味的故事。全伫遐咧相演，甚物人赢？雅各甲天使相演，甚物人赢？雅各赢，全甲伊讲，后摆你茫阁叫雅各，你爱叫啥？以色列，所以迄个名对遮开始，你爱叫做以色列。当然，以色列后壁，阁有本来的原因，伫迄个中间看见雅各非常无共款的一生，但是伫迄个中间改名以色列，意思是，伊是甲天使会当相应的人。然后要伫伊离开的时，圣经内底有一节的记载，伊讲伊要离开的时，全对伊的大腿甲绑落，伊的大腿全安怎？全摆骹，所以伊讲无食遐。即段经节，老实讲，我无非常了解，所以等我有机会继续研究，谁会伫迄个中间会有即款的结果。但是咱所知影的就是，伊甲天使相应，所以后来有一个画家叫做古斯塔夫多雷，伊伫1855年画即幅图，伊即个是版画，伊不是油画，不是那个颜料画上去的，伊是版画，所以伊画出来就是雅各甲天使相应。伊伫一块石头顶悬，然后讲雅各甲天使相应。我想对着雅各，伊的一生非常特别，伊互人看见讲，即个人伊敢是亚伯拉罕的孙吗？即个人敢是以撒的囝吗？上帝拢是记载讲，我是耶和华上帝，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是咧，以扫的上帝。以撒对啦，以撒的上帝，我以撒甲以扫常常拢会讲袂好势。
但是伊伫即个中间拢无诚做雅各的上帝，因为雅各伫即个中间还无完全认耶和华上帝做伊的上帝，伊一直到啥物时阵？咱会当看，搁一摆来看，当伊要离开伯特利的时，伊上帝咧求讨啥物？伊咧下愿咧下啥物？伊讲第一个，上帝甲我伫咧。若是20节，咱的汉语本的圣经，伊讲上帝若甲我伫咧，伫我所行的路保护我，搁互我有米通食，有衫通穿，互我安然转来我的爸的厝。伫即个中间，雅各伊到底咧求啥？上帝啊，我今仔日出来，阮老爸无互我有路国人对，我也无马人骑，我无财产人带，我逐项拢无，我干那一箍人尔。但是假使你若互我伫即阵出去，我虽然是一个人，但是你甲我三角伫地，互我无孤单的话，这是我要向你困去。我想有真侪人伫伊年轻少年的时，当伊要出外，伊要去拍拼，伊常常毋是所有物件拢早脚做伙去。有可能对咱有个人来讲，伊真正是一个人全去到伫一个伊毋捌的所在，伊毋知影明仔载伊要怎样，伊毋知影伊到底会拄着啥物，伊要拄着屎、拄着熊、拄着虎，伊逐项拢毋知，所以伊伫遐求上帝啊，你甲我伫咧，互我无孤单。然后佫讲，互我伫所行的路保护我。你保护我，互我毋通拄着熊，毋通拄着屎。咱迄个温哥华遮个公园真正有够天然的，天然到啥物程度？去到公园散步，你着爱细日，毋通拄着熊，毋通拄着熊。啊，若你是拄着鹿啊吼，迄袂要紧。啊，你若厝里的花啦、草啦，也是迄个布鲁贝瑞去互食伊吼，迄感谢主。但是茫熊，迄落伤过大只来吼，看到会惊，所以来时拢爱受交代，安怎？去到公园爱做伙行，不要落单了。我想，伫即个中间，雅各伊所求的嘛是安尼，求你伫路人保护我。我虽然毋知影我要行去佗，我虽然毋知影我要伫佗困，我毋知影我今仔日下暗要住佗休。我毋知影，我明仔载透早要对一个方向去，但是求你保守我，互我无惊，互我会当伫即个中间安然经过，然后互我伫路里有米通食，有衫通穿，你互我无欠亏。我虽然毋知影我后一顿伫地，但是互我一个人饱，我全家饱，我犹原会当继续行。然后，互我有衫通穿，互我毋是见笑伫世间人的面前。上帝啊，求你伫即个中间，你会当看顾我即个出外人。求你会当互我伫出外的中间，犹原看见上帝你伸手保护、引带带领，互我伫逐项拢毋知的情形，我会当继续行，因为我袂当无行。今仔日雅各无选择，伊77岁拢住厝里，一直到伊即阵，伊要领受祝福的时，伊的第一个祝福、第一个挑战，既然是爱离开伊的厝。我想这对雅各来讲，可能伊足想袂到。咱真侪人拢会想讲，领受祝福是啥物？就是第坐咧，你就会当担食。你的财产啊，拢逐项拢你的。啊，若是我咧想雅各是毋是咧想讲，伊若领受着大囝的名分，就是所有厝人的财产拢过伊的名，有可能所以老爸逐项好的拢爱留互伊嘛，全直接过伊的名，变做伊的。所以后摆厝人的主人是啥物人？亲像变做雅各，因为伊领受着、继承着迄个大囝的名分。但是事实上呢，无呢。
雅各领受到即个大囝的命运了，伊第一个拄着的挑战就是：你爱离开，你爱离开即个所在。所以当伊伫遐咧困求的时，互我伫努力无欠过，有尊严，然后最后阁困求讲，互我平安转来到我爸的厝，互我会当转来到原来即个所在。我想伫即个中间一个真特别的，就是雅各伊毋是伫遐咧想讲，互我会当大荣华、大富贵，然后我出去了后，我会当看见着上帝你所赏赐我一切的荣耀。但是伊最后的困求是讲，互我转来到我爸的厝，我会当受一个家庭重新的接纳。雅各就知影，伊所得到即个大囝的名分，对伊人生有偌尼大的改变。即款的改变，互伊不得不讲：假使你若遮拢做到啊，我要安怎？我要用耶和华做我的上帝。哇！原来雅各毋是伫即个中间，伊就讲：上帝啊，对今仔日开始，我就是一个人，所以我要掠你做我的上帝。毋是啊，咱的经节甲咱讲的是啥？我要出去啊，上帝啊！你若即5项吼，你拢做有够，我要掠你做我的上帝。然后雅各伊要讲，伊讲伊要做啥？我伫遮有写吼，圣经讲，然后我所徛做条的石，要做上帝的厝。你遮的物件拢做够后，上帝，你遮的物件我甲你求的，你拢有互我后，然后你遮的物件拢要赏赐我所徛做条的石，就是我进即个石头放伫遮做记号的，要遮做上帝的厝。然后咧，既然你所赏赐我的，我要将10分的1分献互你。你赏赐我的，我要将10分献1分互你。所以雅各家己留几分？9分呢？亲爱的兄弟，这真大的条件呢。上帝啊，这个物件我所求的你拢互我，然后我才有认你做上帝哦。啊，我认你做上帝是啥物意思？就是你互我10分吼，我互你1分哦。啊，其他9分啥物人的？我的。这甲咱过去所想的敢有共款？敢若无啥共款。咱所想的敢若毋是安尼哦，咱所读的、咱所领受的敢若毋是安尼。但是问题是在于，今仔日雅各，伊到底有认出即个上帝是毋是伊的上帝？将即个故事缩落底，直接讲到后壁。当伊真正要转来时，上帝佮甲问讲吼，啊你所爱我拢互你安尼，你敢无要安尼做吗？你迄阵甲我下愿是啥物货？啊，你讲你若安尼，你要认我做上帝。所以后来雅各才伫转来的路里，重新用石头，搁伫必定离即个所在起石，然后讲耶和华上帝，你真正是我的上帝。伊是惊了啊，得到祝福啊，20年过啊，伊才有承认耶和华是伊的上帝。但是要请问，对咱来讲，咱的人生嘛行过真济啊。无论年轻，无论年老，我想咱在座大部分拢已经有经过超过20年。你伫即个20年的中间，你敢捌认出你的上帝是倒一个？当咱在查经的时，咱顶礼拜查经查对一本册，啊，是顶礼拜，咱顶礼拜已经是马可福音啊吼。顶礼拜，咱咧查约翰福音的时，约翰福音内底，耶稣已经对亡人搁活大力的玛利亚，伊去到亡人，伊敢有法度认出迄个是耶稣？当伊的学生已经知影耶稣无伫亡人，伊伫遐找的时，因伫遐咧拍梦拍戏的时，因敢有认出迄个是耶稣？无，因拢总无。今日咱的问题是，
咱有可能行过人生的20年，但是咱到底是伫地咧找咱的牧者？咱伫地咧找咱的耶稣？咱是搁伫圣经内底，咱是咧找迄个坟墓内底耶稣，还是搁我的耶稣？今仔日咱的信仰是咧甲咱讲，咱到底是拄着的上帝是一个什么款的上帝？有的人讲，你若爱我信耶稣，你爱证明耶稣捌存在。或是讲，你若爱我信耶稣，你爱证明耶稣真正是上帝的囝。或是讲，你若爱我信耶稣，你着爱证明圣经内底写的迄拢真的。但是有真侪时，咱伫遐所找的是伫找圣经内底耶稣，毋是找咱生活内底耶稣。因为耶稣伫对，当耶稣搁我的时，伊毋是伫死人的墓面，伊是伫你我的生活的中间。但是咱认袂出耶稣，因为咱伫咱生活顶悬，心内所想的毋是耶稣。有一个人伫前几日顶礼拜，伊出版一本新的册，这本新的册叫做《旷野逆境，恩典相随》。这个人，我毋知影咱敢有看过这个新闻？这个叫做陈玄彬，我毋捌伊嘛，毋捌我啦。但是这个新闻咱可能知影，伫6年前、6年外前，有一个友达光电，因的副董执行，因的总经理去美国开会，全去互美国掠伊。伊讲因联合垄断，因所做的就是面板，迄个面板。迄个面板讲因联合垄断，讲伊用一个做来看，伊讲与同业讨论价格。这个所在与同业讨论价格为由，所以去互美国用反托拉斯法，转改判刑，拢总6年半。这个事件当初是其实真大，也真严重，也互台湾真侪迄个制造业、迄个半导体的制造业有一个真大的损伤。就是对这件代志开始，台湾甲韩国就结下梁子。因为伫迄个开会中间，若我记了无毋对，是迄个三星，伊专讲咱大家拢咧做这，咱来看要安怎来发展。结果大家叫了，伊专去甲美国讲，遮个人，阮伫遮咧参销计销，叫做联合垄断。所以三星专伫遐，伊专走去甲美国讲，我真做，然后遮个人拢伫即个中间咧联合垄断。美国的做法就是自首的无做，所以三星无甲伊判罪，结果其他的拢总判，所以判了上严重的拄好咱台湾的。这个人就是伊当初时所关光电副董事长以及当时候的执行长，伊拢总去用关6年，伊拢毋知伊是安怎用关。这件代志我毋是要伫遮来讲对甲毋对，但是伊伫这本册内底，伊所写的就是旷野逆境，恩典相随。伊讲伊去互关的这个2343天内底，伊到底是安怎想？伊内底这本册内底讲到一个真大一段的故事，就是当伊去互掠个时，结果伊还佫伫审判的过程，伊全中风，伊家己全中风，可能是烦恼，伊全中风，伊全一骹一手全袂叮当，袂食饭，无法度饲家己安尼啊。结果全伫遐，全人要互伊去看医生，全有2个狱官伫遐甲顾伊倒伫眠床，然后一只手、一只骹，右手、左脚拢用手铐甲铐的，全伫遐。当然最后伊有伫遐处理好势转去，但是伊讲着一句话，讲我伫遐6日，内裤拢无换，无洗身躯，然后伊伫遐一直咧讲话，我才第一摆发现，我的性命是安尼尔，我这么的卑微，我的性命是安尼。所以伊伫迄个中间，伊真艰苦。伊讲他抱着伫遮无任何宗教典管的歧视，嘛毋是因为即个人后来伊信主，所以即个人较伟大，毋是安尼。只不过迄当初时代志发生进前，伊的信仰，伊所信的上帝，互伊无伫遐得到讨伐。
然后伫伊食屎出来时吼，伊其实是去用关两段啦，哦，拢总去用关两段分开关就对啦。啊，这册内底可能有较详尽的记载，我伫遮无遐济资料。伊讲伊第二个查某囝伫美国，我嘛伫圣何塞，伫洛杉矶迄边啦，啊，然后转带伊去教会，转伫迄个中间开始伊人生另外一款的阶段。我感觉伊的过程有够像迄个雅各的，伊的过程伊伫受关的中间，伊重新反省我到底是做甚物货，所以伊讲。伊伫迄个6年半内底，伊解决伊人生一个上介重要的事，就是他放下他自我为中心主观的意识，伊放下伊家己的自我，伊想讲全世界拢是跟着我环绕的，伊是世界中心，伊是伫迄个中间，伊有真济感觉无我袂使。是伊伫迄个中间重新反省，得到伊人生真大的头脑。然后伊也引用伫另外一个人所讲的话，伊讲：风吹柳树未见柳折，意思就是讲，迄个柳树伊栽伫迄个水边，风安尼吹，但是柳树的枝安那足软的，啊伊风安尼吹，迄个树也无倒。当然，一方面是因为伊的心肝就真软，柳树毋是一个真定的树，总是伊会当遐尼软，会当承受遐个风。主要嘛是因为伊的根真在，伊用即个做伊的开始，然后讲，就接续，伊要用耶稣基督做伊人生的根，用耶稣基督成为他人生的根。然后放下伊自我中心的观念，互伊的人真做柔软。我想伊出这本册，迄是顶礼拜的代志尔，迄是12号，今日15号，伊是台湾的是12号，有一个记者会，有一个发表会，然后伊出这本册。我想一定真侪人伫遐真想爱看，但是对伊来讲，伊所爱的。毋是去证明耶稣到底有伫个也无伫个，伊毋是要伫迄个圣经内底去查考圣经讲耶稣到底有存在无？耶稣到底是毋是上帝的囝？今仔日上界重要的是，伫咱生命中间是毋是有主耶稣成做咱人生的贵人，帮助咱突破咱的界限，帮助咱改变咱的想法。帮助咱，互咱伫咱所拄着的环境的中间，有一个无共款的思考，然后赢过咱所面对的困难。亲爱的兄弟，今仔日环境改变了足紧，改变上慢的是咱的想法甲观念。进前咧甲人讲真 AI 已经做到迄堆啦。开始有无人商店，过来美国嘛有一寡是用无人飞机在送货，然后过来有可能伫10年后，咱外口要坐计程车，还是大众捷运，还是巴士，拢总是无人在开的。啊，你敢坐？我毋知呢，但是咱上好开始准备心。因为我讲哦，有可能10年了，就变安尼，人甲我讲可能5年哦。这个世界改变了有够紧，真正真歹改变的是咱的想法甲观念。但是对着雅各，还是对着这个陈玄彬，这个副当署长，甲友达以前的执行长，对伊来讲。伊会当行出一个新的人生，是因为伊拄着主耶稣真做用咱的话讲叫做贵人来改变伊的想法甲观念，互伊有重新开始的机会。但是这个贵人毋是伫圣经内底找的，这个贵人嘛毋是伫伊朋友的嘴内底找的，这个贵人是伊看伊家己人生所行过的路。才发现讲，若毋是有主甲我同行，我做袂到。
咱有可能听到差不多啊，一开始我咧讲，雅各其实伊无掠耶和华上帝做上帝，咱感觉足好笑。甚至是后来雅各认耶和华上帝做伊的上帝，是因为上帝已经应允伊所有迄5项所求的，伊最后嘛倒来到伊老爸的厝。但是亲爱的这请问，你甲上帝所求的，上帝敢有应允你？你向上帝所讨的，伊敢有赏赐你？然后我嘛要问，伫上帝拢赏赐拢应允了后，咱敢有掠耶和华上帝做咱的上帝，认定伊，然后互伊成做咱的牧者，放下咱的自我，专心来面对。迄是咱犹原犹搁伫咱的生活顶悬，伫圣经内底咧吹讲，耶稣到底伫对？上帝到底伫对？亲爱的兄弟，上帝已经带咱行过过去的20年，也带咱行过即间教会过去的10年。但是咱敢有认定伊是咱的上帝，愿意应对？就是讲，亲像雅各所讲的，既然你所赏赐我的，我要将10分的1分献予你。人到底有的是什么？咱会当用咱的理性继续咧讲，咱来继续超出上帝。但是我要甲咱大家讲，上帝早就伫过去的日子中间，牵咱行过真长的路。咱着爱学习，伫咱生命中间所拄着每一个境遇、每一个困难，学习感谢，而且着学习对咱每一个人所拄着的难处，来成做真好的关系。当咱渐渐年纪大，检采有真侪事，伊甲咱所想的无共款，无照着咱的意思咧行咱咧做的事。甚至有时啊，咱会讲，较早少年的时安怎，啊，真已经老。亲爱的兄弟，上帝永远甲咱三个同在。就算讲伫咱有艰苦病痛需要看医生的时，伊嘛甲咱同在。咱只有学习甲咱的难处做好的朋友，咱只有学习人生就是有遮尔侪困难，然后甲遮个困难做朋友，用感谢。而乐来回应上帝对咱所赏赐的一切。雅各，伊毋是伫圣经内底找到上帝。雅各，伊是伫伊人生所行的路里找到上帝。你毋免去别位找上帝，伫咱家己的人生来找即个赏赐咱的上帝。但是真趣味的是。雅各伊到91岁才生约瑟，啊那伊上尾囝啥物名？便雅悯，迄个是后壁哦，搁较后壁，一直到约瑟去互卖去埃及的时，开始，迄个雅各掠准伊迄个约瑟，迄个囝已经失去啊，所以伊足伤心的。但是当伊要交换粮食，讲要倒来带便雅悯去到埃及来见迄个宰相，啊，迄个宰相其实就是。约瑟，雅各讲啥物？讲爸，意思就是讲爸了，意思就是讲无照我的意思，我愿意放手。假使上帝若爱即个囝，若爱即个便雅悯，假使上帝要将即个便雅悯伫我的生命中间摕走，我只有顺服。雅各一直到迄个时，才真正是顺服伫上帝的面前。迄阵已经80几岁啊！咱的人生，你有找到你的上帝？有可能咱已经知影主耶稣是我的牧者，但是我只有愿意迄条路我要行的时，我才有顺服。迄条路若毋是我要行的，我无一定顺服。愿上帝怜悯咱，
互咱每一个人伫咱所行的路顶面，拢会当对咱家己、对上帝讲：上帝啊，耶和华上帝啊，你是我的上帝。咱三个来祈祷。听阮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过去的引带甲带领，互阮伫所行的路，虽然看见真侪难处，总是今仔日阮搁一摆好着，拢是有你的同在。伫阮身躯边，阮经过困难，阮看见有一个比阮家己的气力搁较强的气力在牵阮行。伫阮所行的路有加一双脚印，伫阮的身躯边，主啊，阮知迄是你的脚印。愿你赏赐阮到遐的信心、感谢甲懊恼，摆咧伫你的面前。安尼祈祷感恩，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